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是我们直播浩克之家电视学院节目第50集了。真嘅係啊，你好下自家電視學院嘅單元節目，到底已經播出有50集咯。我老所有嘅觀眾朋友講神夢哦，神夢大家對我哋嘅節目單元嘅支持老傾聽哦。是啊，真的非常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託雙子星有線電視台來直播浩克之家電視學院節目，讓我們有機會為大家介紹客家的多元文化。確實係啦，族群文化就係愛透過傳播分享，將為了解明白啊。語言文化更加愛透過不斷嘅重複、重複，將為達到傳承推廣嘅目的。是啊，將近1年的時間，透過每個禮拜介紹客家文化，真的讓我收穫良多。相信觀眾朋友也對客家相關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小鄧老師，今天要為觀眾朋友介紹什麼呢？今本日節目單元，我來介紹客家蘇東戲。客家蘇東戲是類似酬神的戲劇嗎？在你台灣嘅客家莊當中啊，最有名嘅戲劇就係蘇東戲哦。蘇東戲啊，有很多平安戲。呢係當年嘅求樂半夜潮數過後，客家人最重要嘅大事。所以收東戲呢，又稱作是平安戲，同時也是每年農曆8月秋收過後，客家人最重要的大事哦。錯，蘇東戲啊，係源自於傳統觀念當中嘅春祈秋報，更重人在春天時間呢，祈求土地老天地眾神啊，祈求希望雨水充足，做得大豐收。到嚟秋收收成以後呢，更重人就報答眾神嘅庇佑。除了愛準備澎湃嘅祭品來敬拜眾神以外，也為到表達隆重之意，為搶到戲劇版呢到神明面前來獻言唱劇來表示感謝之意。這些時間呢，獻言出神戲有祈神萬年嘅意義。另外，更加重要嘅係，全場嘅人啊，都做得加到啲安樣嘅機會啊，欣賞到難得嘅戲劇。收東戲呢是源自於傳統觀念中的春祈秋報，會在春天的時候祈求眾神，讓雨水充足、大豐收。到了入秋收成之後呢，農民們為了報答眾神的庇佑，除了要準備豐盛的食物來敬拜眾神以外呢，為了表達隆重之意，還會另外邀請戲劇團到神明面前來獻演，表達酬謝的意思。錯啊！從日常嘅神法當中呢，你各也為到神法打拼嘅客家人，從呢時節啦，也就更加珍惜讓1年100嘅機會咯。頭擺啊，都係一張做曬揾一張來連登來演出，一個鄉鎮冇錯，從一個祭祀權做下來。差唔多1-2年嘅時間，也當然係條安排嘅，用按樣來發揮蘇東戲嘅最大功能。像啲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咪強用從年下就會搶到客家戲劇團到啲台南市來做戲嘅，本台南市民來看。經過老師的提醒哦，一直到今天呢，留在腦海中最深刻的童年印象，好像就是跟着阿公阿嬷到這個廟坪前面去看戲誒。小晴，你確實係去看戲，係唔係同意買禮券來食啦？對，應該是跟着去吃糖葫蘆的成分比較多吧。愛秋地哦，新年的啊，天天帶人去看戲，全咪係為到看糖嘅客多。講定啊，你好下自家電視學院，今半日就講到了咯。你下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